这台是飞车，推车哦。车咱做位啊，一定上基本的迄个谋生工具。英国的高铁啦，英国的高铁。好了，别搞我。别我的，你看我这，我这真正最厉害的。一讲意思是讲啊，咱做人袂想满，看到一撮，所以爱留一个空，就是留一个路，安尼。我这个咧，你有看到我的这边啊这个造型无？这个花叫做莲花，这个莲花边，加有车名。有，这叫 shiny， 对，这就是我讲，你家己小想者，因拢两个拢有签名，其实签名物件就歹卖出去的。你有愿意甲我这个作品买起来？1000块，啊，阮甲这1000块哦，摕去捐出去，做好代志做事。对。无签名。公司台语台，每礼拜六暗时8点，小时看台语歌上阵。